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立法院长游锡坤、行政院的政务委员东phong，甲外交部长吴钊燮共同来宣布，台湾第一部开放国会行动方案正式伫立法院的官网来上线，要方便人民参与着国会，嘛要提供民众会当随时随地拢会当来看这个国会频道。 立法院上新讨论议案，拍开国会频道就看得到。不过未来要有公民参加，唔难呢。经过开放国会委员会长达半年的努力，台湾的第一份开放国会行动方案已经正式完成。开放国会行动方案有4大使命，包括国会频道收看愈便利、设技术资料、资讯平台，推动国会廉政文化，扩大民众来关心立法过程。 行政院政务委员东phong和外交部长吴钊燮拢感觉真好。见证开放国会行动方案，向我们的国民，那也是向全世界来展现，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愿意开放政府的这个决心。开放国会行动方案是国际开放政府关系联盟的推动，今有78个会员国，虽讲台湾今也唔是会员。 不过，和中国这个非民主国来比，民众完全未当参与立法的过程。台湾和立法过程愈公开透明，民主的价值就是要让世界肯定。